后来，来供养人工内生囝翁仔某，20年前是7000多人，到今卖已经增加到将近4万人了。用人工生囝的妇女，嘛为32岁飙升到39岁。台中该举办着一场气功营的博览会，邀请到5000个气功营仔，甲爸母到现场摆出着5大洲甲台湾的形，场面壮观，嘛来创下着金氏世界纪录。5000个家庭摆做5大洲甲台湾形体，场面壮观。这家庭拢是借由人工生产，也就是所讲的气功原理，也有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做伙参加。很好啊，很高兴啊！科技算是造福很多人，因为像如果没有这个科技的话，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。台中这场气功原理博览会参加的人数突破金氏世界纪录。但副总统来到现场做见证，向国际展现台湾骄傲的医疗技术。用医疗的高超的技术的方式，让台湾走出一条新的出路。台湾利用人工形式的夫妻数，对20当前的7000多人，增加到即马将近有4万人。平均受孕的妇女年龄嘛提高到39岁。有些是10岁、11岁就结婚就进来。晚婚的事情是造成试管婴儿今天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一个主因。虽然人工形式技术会当解决现代人晚婚的问题，但是产后年龄甲经济问题嘛是评估的重点。想要有气功原理，也是要爱详细考虑。